大家好啊！咁咧應阿 Ruby 嘅要求咧，就我喺度咧同大家介紹一個方法，可以好快咁樣去記得晒十誡係啲咩嘢嘅。咁啊，唔好以為淨係小朋友適合學喎，其實咧如果你係大人嘅話咧，你都適合去學習嘅。嗱，如果唔信咧，我問你兩個問題，如果你唔可以即刻答到我嘅話咧，咁我建議你咧都係要睇睇以下嘅學習啦。嗱，第一條問題我想問下你就係話聖經喺聖經嘅十誡喺邊一卷書同埋邊一章係講嘅咧？你可唔可以即刻答到我咧？就唔睇 Bible，唔好睇 Bible 啊！即刻答我，答唔答到咧？如果你答唔到嘅話咧，你要繼續睇落去啦。好啦，第二條問題想問你就係第七誡係講啲咩嘢嘅咧？嗱，如果你唔可以即刻答到我咧，要抄 Bible 嘅話咧，咁你咧就都適合去繼續睇落去啦。首先，我介紹下十誡究竟係點喺聖經嘅邊一卷書同埋邊一章嚟到揾到咧？嗱，好容易嘅啫。啊，十誡就係5 2得10，係咪？2 5得10就十誡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十誡就喺聖經嘅第二本書，即係出埃及記嘅第20章，同埋聖經嘅第5本書申命記嘅第5章嗰度揾到，係咪啊？係咪好容易啊？嚇，2 5得10係咪？第二卷書出埃及記20章，同埋第5本書申命記第5章就可以揾到十誡嘅經文。好啦，咁十誡係啲咩嘢咧？嗱，介紹俾你聽，好容易嘅啫。第一誡，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係咪？好容易啦。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係咪？第三誡，父子聖靈三位一體啊嘛，父子聖靈，不可妄稱耶和華神的名，不可妄稱耶和華神的名。呢個係第三誡。第四誡呢個係枕頭。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第五誡咧喺手語嚟講咧，雞公咁樣係代表爸爸，咁樣係代表媽媽。雞公、爸爸、媽媽，咁所以咧就係當孝敬父母。仲有就係 Yes sir, Yes madam, Yes sir, Yes madam。當孝敬父母。第五誡。第六誡伸隻手指咁樣，六誡不可殺人，不可殺人。第七誡呢個係結婚蛋糕嚇。第七誡係講忠誠，夫妻嘅忠誠，不可奸淫。結婚蛋糕不可奸淫。第八誡不可偷盜，不可偷盜。第九誡嗱，呢度4，呢度5，5唔等於4，4唔等於5，所以咧就係唔忠誠啊，講大話，所以咧就係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4、5不公，係咪？好啦，第10誡，不可貪戀別人的房屋、妻子並一切所有的，不可貪戀別人的房屋、妻子並一切所有的，係嘛？好容易記啊！嗱，最amazing 嘅地方咧，就係話咧，其實你調亂晒次序咧，你都即刻可以記得嘅，唔使順序嘅。嗱，我舉個例啊嚇，即係咧你學晒之後咧，根本你調亂晒次序，你可以即刻講俾你。譬如第七誡係啲咩啊？第七誡就係結婚蛋糕，係咪？不可奸淫，係咪？第七誡不可奸淫，好容易記得。譬如即刻跳去第三誡，第三誡係咩咧？第三誡父子聖靈，不可妄稱耶和華神的名，係咪？不可妄稱耶和華神的名，第三誡。再 jump 去第五誡 Yes sir, Yes madam， 當孝敬父母，當孝敬父母。好啦，再 jump 就 jump 去第九誡5唔等於4，4唔等於5，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係咪好容易記得？唔使特別記你都記到嘅嚇。再跳去第一誡，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神，呢個好容易啦。好啦，第八誡不可偷盜。又一跳去第二誡，第二誡就係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跪拜那些像。再跳去第六誡咁樣咪不可殺人咯，不可殺人。再跳去第四誡枕頭，當紀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又跳翻去第10誡，不可貪戀別人的房屋、妻子並一切所有的，不可貪戀別人的房屋、妻子一切所有的。
所以咧，其實咧好容易啊！你識咗之後咧，你調翻轉頭又問你，你都可以將十戒咧係溝亂晒，你都可以咧係可以背得翻出嚟，係咪？好啦，最後咧再講一講溫習翻咧嗰個章節啦。十戒喺邊一卷書同邊章嗰度揾到啊？2、5得10，係咪？所以十戒喺聖經嘅第2本書出埃及記嘅第20章，同埋第5本書申命記嘅第5章裏邊就可以揾到十戒。OK。